今仔日我到高雄基顶是大停电，有8000外户停电停要1点钟，是有真侪准备要开店的店去受到影响。台电是讲，这是基顶的二处变电所设备故障造成的。因为基顶拢停电啊，晓得啦，全家也没电，都没电。 大家都没电。我咧11点向向停电，店主冲出门外，发现几条基地老街拢停电。当日传了准备开门营业的海产店，也把烦恼无法度营业。没有冷气的话，根本吃不下去啊。对，天气太热了，尤其如果在里面又是密闭空间嘛，你空气又更不流通，这样体感温度会更热。 虽然外海产较侪的餐厅，大部分会家己传发电机，确保食材会真鲜。不过，向停电也有可能造成机械故障。当时，基澳观光市场内所卖一寡大货盘手类单位，也因为无电通用，天气翕个热，有淡薄仔挡袂掉。阮有发电机咧拍水、拍送数，只是伊向甲阮停，有当时啊，阮的莫大会歹去，甲我迄个冰箱会歹去安尼。现在天气又很闷热，然后我们这边又是观光地区，然后客人进来的时候买东西根本就看不到产品，然后那个封口机也不能作业。初九早起，高雄基顶8932户大停电，当时温度是33至34度，民众是哀惨。对，一下是鸟击啦，一下子又松鼠啦，一下子又树枝啦，一大堆的，我们也不晓得什么原因啦。我在想是因为那个耗电太多吧。旗津区的旗津变电所在9号的上午10点50分，因为量测电压的 PT 设备故障，造成停电，共计有8900多户的用户受到影响。经过台电调查，发现是基顶二处变电所neu测电压的闭合器设备故障，紧急抢修陆续复电，嘛强调持续强化线路设备的双检，降低停电事故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